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5篇，出埃及记16章27节到35节，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典够用。上帝是恩慈的主，被他施恩赐福给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们。上帝不但赐福给人，更是赐下够用的恩典给人，使人因为与他亲近而领受足够的恩典，生活上就不再有缺乏。正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因为没有肉可以吃，没有水可以喝，就埋怨起上帝。上帝却用鹌鹑、玛拿以及泉水来喂养他们。上帝所赐的恩典让以色列人能够天天享用，并且没有缺乏那供应呢，直到进入迦南地的那一天。出埃及记16章27节到35节，到第7天，有些人仍旧出去找食物，但是什么都没找到。上主对摩西说：“你们到现在还不肯遵守我的命令吗？记住，我是上主，我给你们1天的休息。为了这一缘故，我在第6天给你们2天的食物。到第7天，每一个人必须留在家里，不准出去。所以以色列人在第7天不做工。以色列人把这食物叫玛拿。它像芫荽子，是白色的，吃起来像掺蜜制成的饼。摩西说：上主命令我们留下1点玛拿给我们的子孙，好让他们看见上主从埃及领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在旷野当中赐给我们的食物。摩西对亚伦说：拿一个罐子，放2公升的玛拿在罐子里，存在上主临在的地方，这是为我们的子孙留下的。上主这样吩咐摩西，亚伦就照做了。他把罐子放在约柜的前面保存起来。以色列人一共吃了40年的玛拿，直到他们到迦南定居下来。耶稣基督呼召的门徒比约翰的门徒多。当时候甚至有那种流言说耶稣为人家洗礼的人比较多，但是事实上圣经从没有记载耶稣基督为人洗礼的事。其实重点是这样子，耶稣呼召门徒、训练门徒、差遣门徒，是为了要使人蒙恩得福。不但如此，更要让福音在恩典，在他为世人定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之后呢，能够持续下去，永无止境。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6节，法利赛人听说耶稣招收门徒，而施行洗礼比约翰多。其实耶稣未曾亲自为任何人洗礼，而是他的门徒们施洗。耶稣知道这事，就离开犹太，再回加利利去。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他来到撒玛利亚的叙加镇，距离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不远。雅各井就在那边。耶稣因为赶路疲倦，就坐在井边，时候约在中午。这恩典是要赐给犹太人的，也赐给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，使他们能够领受足够的恩典。诗篇95篇，来吧，我们来颂赞上主，来向拯救我们的保护者欢呼。我们要以感谢的心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他欢唱歌颂之歌。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，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。他统辖全地，从最深的地穴到最高的山峰。
他管理自己所造的海洋，那他管理亲手塑造的陆地。来吧，我们来俯伏敬拜他，来向创造我们的上帝跪拜。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，是他带领的羊群。你们现在听他所说的话吧，不要顽固，像当年在米利巴的祖先，不要像他们在旷野在玛撒时一样。虽然他们看见了我为他们所做的事，仍然在那里考验我，试探我。40年之久，我厌恶这些人。我说他们是多么的不忠啊！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，因此我在愤怒之下发誓说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我本来要赐给他们安居的地方。谢谢主将救恩赐给我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人、愿意遵守诫命的人、愿意跟随的人，能够领受丰盛而够用的恩典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